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国情今日招你来开讲，讲武汉肺炎伫咧传的时阵，台湾确实真平静，造成讲世界真注目，大家对台湾人真懊恼，讲政府、讲人民拢真尽心咧对抗这边的传染症。啊，过去有真侪俗语，原来甲病症有牵连。头一句国情招你做伙来研究，大声咱来讲。讲人处灾情，药出孝灵。这句话真就是咧讲，确实台湾无论政府，无论人民，有灾情，包含讲用药也有孝灵，唔只会当开小钱医大症。对啦，真侪人拢咧心善呢，咧心善讲台湾这边量早警戒，量早准备，才有才调讲用小钱就来医大症头呢。这是好消息，这是好的进展。咱台湾人即马世界拍出名声，要紧。人处灾情，正确的决定有法度造成讲政策会当行去到有正确的路，尤其药也爱出孝灵。所有用药若对症，咱就唔免头壳摸咧烧。有当阵啊人咧讲若食唔对，人参爱食一蕉，但是食对症、食着药，青草一叶尔尔。唔只即摆真正咱咧讲武汉肺炎，台湾影响真有限，开小钱会当医大症，大家嘛讲感觉。真安慰，真欢喜。啊，毋过最要紧哦，即马吼真侪只地方首长、议员啊，伫咧提醒讲吼，你出入来外，毋通讲吼病症咧传一个冰症、一个点症尔，喙炎都无挂，这另外一句俗语话，讲过若后都毋知烧，煞毋知影讲，这杯茶烧，你甲捧起来啉，啉落去哇烫着，毋知啦。但是烫着吼，你喙内嘛搁一喙啊，嘛甲吞落去啊。像在讲吼。经过2分3分了，你共即杯搁甲捧起来，想讲搁来啉一喙啊，都头拄啊吼烧水过然后你毋知烧啊啦，你袂记讲头拄啊才去烫着尔啦，第二喙共款要搁啉啦，倒还袂冷咧啦，水吼若落轮啊烧的时阵吼，你才搁再啉吼，安尼生才袂搁再去烫着啦，过然后都毋知烧，即个情形毋通发生啦，对，这确实有影，毋则确实即个病症渐渐平静的时阵，咱爱愈警戒，爱愈敏感。英国原来一句俗语话咧讲了有较咸啦，讲这去食人吼，野拐安尼沿路行，沿路咧奔啦。结果即马一个奔有吼，过桥的时阵，野即支拐啊安尼捞，桥一个过，即支拐啊完了甲放掉，只叫做桥过拐放。第二句愈简单，咱常常咧听人讲，包含流行歌嘛伫咧唱，讲船过水无痕。咱台湾帮助世界真侪国家，因为咱要紧就是人道的原因，就是讲咱看人咧艰苦，咱嘛感觉真唔甘。当然，也有的国家吼，甲咱过去都对敌，咱甲帮助搁较济，伊嘛是船过水无痕。这种情形也互人真感慨。做人千万都唔通安尼生。